来这个厝内底有来饲宠物猫狗的家长要特别注意。台中5日有一个10个月大阿弟仔，落舍超过1礼拜，家长感觉无对当，带去予医生看，结果发现囡仔大便有一种糖，来型鞭毛糖，这是一种寄生伫个猫狗的肠仔道的寄生糖。医生来提醒，3岁以下幼囡仔，若是甲猫仔狗仔有接触，要小心寄生糖的感染。厝内底若有饲动物，一定要定期甲这个动物来甲头糖。他们禁止拥有大。囡仔爱甲猫耍，定定扫伊头，规工耍做伙。不过这个行为却去动物身躯顶的寄生感染。本来看起来像感冒症状，然后只是它有拉肚子，很多天了都没有好，就再去看医生。然后医生是说就顺便做粪便采检，然后是采检之后才知道说它是有感染零型鞭毛虫。10个月大幼囡仔出现落屎，落超过1礼拜，妈妈感觉无对当，赶紧带去用看。医生一个检查囡仔的屎，看到内底有类型鞭毛糖。这个小朋友其实不会走路，就问他说：“家里有没有养宠物？”他说：“那个宠物猫狗都会跟那个小朋友互动。”然后没有定期讨糖。类型鞭毛糖是一种寄生伫咧狗仔、猫仔、动物肠内寄生啊，尾后10步用用食药啊，落屎情形才有慢慢改善。家长要紧带去用看，才无互囡仔变严重。它只要是攻击我们的十二指肠跟那个空肠的位置，就在那一段啊，所以那一段就会影响那个脂肪吸收不好。这一种离型鞭毛它的特征就有时候会有。因为脂肪吸收不好以后，它会那种脂肪性的大便。医生讲，3岁以下囡仔含狗仔、猫仔等等动物咧耍，较会感染到寄生啊。伊的镜头会有落屎，规身躯软烧烧，大便会臭，无胃口。若无治疗，会互囡仔营养不良。所以建议家长厝内若是有饲动物，一定拢爱定期头糖。含囡仔接触时阵，别拢爱特别注意卫生。